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来！恁敢知影今仔日的任务是啥？提宝藏，啊！毋过吼，要来遮提宝藏，台语啊足好诶。恁平常是甲我咧讲台语？哦。好，啊，等一下讲台语的时阵哦，莫避暑，啊，尽量较大声，安尼就有机会摕到宝藏哦。小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玫瑰智慧，爱做智慧之神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也个上美丽美队长，大家好！看着安尼，大家笑眯眯哦，一定会摕到宝藏。安尼，我想要问这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但是哦，有一天你有魔法，啊，这个魔法哦，有一个落地啊。啊，你会当吼缀任何你介意的物件，你希望缀什么物件？为什么？缀什么物件？为什么？缀红包，缀红包？为什么缀红包？因为会互收走，哦，爸爸妈妈会甲你收走是无？甲我存起来。哦，甲你捡起来。甲你捡起来。嘿，缀一间厝，缀一间厝。为什么爱缀一间厝呢？因为随时拢会使入去。哦，随时若是想要入去休困，就会当入去。对啊。哦，入去看电视，入去写功课。雨伞，想要缀雨伞，是安怎要缀雨伞？落雨的时阵会使摕起来用。哦，有时阵伤赶紧就袂去载雨伞。外套，外套是安怎是外套？因为我即马足寒的。哦，你即摆足寒。乖。好，等一下等下唱。美队长，嘿你等下吼，爱互伊淡薄仔温暖。嘿，爱下甲伊揽一下，哇！你看咱的美队长哦，就是哦，这么大心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台语勇士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来，小朋友来遮。你若是想要摕宝藏吼，就要拜托献神啊！来，咱先徛这个所在。哪遮久啦？献神，啊我今仔日要来摕宝藏，你坐伫遐，你应该甲我欢迎一下啊！唔免欢迎，这唔免欢迎，因为我即马是人客。你是人客我知，嘿，啊，毋过我即马伫咧等红记记太王来，不，那需要太王来。因为我想要食。无嘿啊，王来原本就是用台啊，不是用切的，无不是用啦，破的，是用台的。用台因为台这个动作是比切啊、比写更较复杂。台王来其实是一门功夫，你知道足难的你捌看过人台王来无？有哦，是毋是真厉害？真厉害。对啊，你无看过，你另外去看卖下者。台王来真正厉害。啊，恁敢知影？还有啥物规矩是要用台的？台的，西瓜，哎呦，西瓜、内行、台油啊，哦，台油啊，有啊，咱中秋的时阵，是毋是台油啊来食？对。啊，还有另外一种规矩，是用破的。破，敢知影？破啥物规矩？破西瓜，破西瓜有，破西瓜有一种臭臭的规矩，榴莲，破榴莲。啊，还有一种内底有水通啊啉，爱退火。牙子，椰子对，破椰子。哦，啊，你有介意食啥物果子无？头先讲的遐。苹果，苹果，苹果、香蕉，香蕉。好啦，
白啦，甲咱头先讲拢无关系。啊，毋过我爱食，头先我讲遐个。往来。往来后甜酸甜真好。好，啊，恁今仔日听起来，恁台语是算拢袂歹哦。啊，有信心摕到宝藏无？好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平常时啊，伫咧厝内啊，是毋加减爱甲爸爸妈妈斗相共做一寡代志。是。啊，恁感觉做啥物代志，恁有较介意？洗衫。洗衫。你爱洗衫哦？洗衫用手洗哦。用洗衫机洗。我惊一点。等咪去离的就好啊。哦。你洗衫？系衫，你会斗系衫？哎呦，袂歹哦。啊，无嫌你爱，你咧？内衫。爱内衫，拢甲衫有关系。是无？七刀啊。七刀啊？哦，斗七刀啊就对啊。哦。啊，你咧？我介意。斗做饼。饼。斗做饼。真有心，真有心。好哦，大家拢真有心，台语真好。啊，毋过就是来考验恁哦，加油哦！安全第一，进来ka！好，来，开始哦。哎，水哦。到嘞。嘿，对。看我较准的，看伊啊哦，看我较准的哦。好。白瓦地。水啦，白碗地。哎。加水。阿辉掉水。好，真好哦。加油。洗衫。水。我厝内面的工课，通啊斗做就斗做的有啥？做回收。嘿，是做回收。哦，加油！你会使用两只手会较知哦，吼。洗衫。洗，你看迄干啥？洗菜。洗菜，对。系衫。唔对，王毅，咱两个来。啊，继续开始，看他去。还是要 pass。pass。好 pass， 来，加油！来，看好准哦。哎，水。洗好的衫安怎 ？pass 好，来，紧点，加油！拿出他讲啊，好，玩你。来。兄弟那甘心乌头变做金。水啦，好，乌头变成金。七刀啊。嘿，对，七刀啊。好，注意。加油！要 pass 不？好 pass 来。哇！记账。嘿，对，来。好，去，嘿。哦，这有接到。来。精彩对，算你对。哦，袂歹。加在有上尾这两题有甲伊抢转来，吼。咱大路片安怎念？猪脚嘛，恁敢会晓煮食？袂晓。有学咯。有，你有学煮食哦。啊，你晓煮啥？吹馒头。哦，吹馒头。什么万事兴？家和万事兴。大声做伙念。家和万事兴。啊，咱家庭若和乐，若好好，就什么代志就拢好啊。幸福快乐。厝就兴啊，对不对？安尼有了解吼？好，咱过来看卖后一题，迄道是算啥？洗衫洗好安怎？披衫、内衫、晒衫，拢会使。咱过来看卖啊哩，披好了，打起了，安怎？收衫，真好啊，拢学起来啊！恁拢做对绝对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真好。后一关继续加油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台语上练档，
咱遐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要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。伫遮，我想要甲恁请教一下，恁若是看到你的好朋友，也是厝内面的人，伊若是心情无啥好的时阵，你用啥物款的方式甲伊安慰？讲笑话，讲笑话啊！哇，我即马心情足歹，你敢会使讲一个笑话我听看卖？你有笑话无？无，即马无啊。即摆无想无。你来讲，你照行。你莫加歹伊那大声。会当开始啊！会使开始啊！笑到不倒跳。好欢喜哦，咱笑话拢讲了，大家拢放轻松啊，是上轻松的时阵，有法度表现了上好。加油，林大家！系哦，来哦，看遐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上课会用到的，册包。哎呦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会使放物件的，放物件哦。食便当会看到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，啊，这足强的哦。几个哩？一个哩，会使甲物件一个你，画足一个，笑。哦，画出滴的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会使留装物件的，真物件，什么？留涂骹的会用到，愈多卡用着当装物件。暴露哦。会使滴水，啊，讲到水啊，讲到你啦。袂有啊，袂有啊。几个哩？啊，说你哦。三个哩，甲散文有关。哦，甲散文有关系。洗发精。哎呦厉害呢那叫有啦。几个哩？一个哩，一个哩，一个你。不要讲。切菜会用到，切菜用着，菜用到我知影一个你哦。讲过，我不要讲怕。这个做你。哎，你无要念啦。直接 pass。桂林，两个哩，青哦，两个你哦。裤衫。好一个。几个哩？加油加油！三个哩，三粒，吃的吗？会使挂物件的，挂着的老花的，挂掉的老挂着的老花哦。伊讲倒位会用到？米啊，对，米缸刀。哦，水。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两个你。食啥物有关系？食水果会用到，食水果会用到。什么？哦，厉害，好，后一个。真厉害。两个哩，是食呀，是用的。因为会使扫物件的，扫物件。工物件，扫物件的工夫。手洗。会当洗。哦，这个哦。螺丝啊。对，老师对，来。啊，安尼迄题敢有算？哎，有算嘛？这题有算嘛？有算啊。有啊，有比时间挨嘛。好，安尼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看到底对着几题。行啦。真侪题，咱一题一题来复习。水桶，水安怎来形容？我感觉恁减讲一个，水桶拢是用啥？关。用关的嘛，会使关，啊来底物件，你有讲着？啊，搁有啥通来讲？会当摕来新号啊。啊，新号，嘿，恁当若老号会摕来新号。新号，好，差不多。来，啊，这安怎念？洗发精。这安怎用？因为无法度讲着洗。头章。会对哦。哦。头章专门在用的，安怎念？点。啊，点通安怎讲？咱要切物件的时阵，对，头早讲切菜。切菜。塑胶做的。有一寡是塑胶做的，伊讲塑胶做。塑胶、茶做的拢茶对啊。切菜啊、剁肉拢会用到。切菜豆吧。嘿，安尼差不多。好，过来。上尾一题是啥？困衫。所以困衫，搁通安怎讲？暗时会穿的。暗时暗时会穿的。的，对。对。啊，伊通常拢是规套的，几套？输的。规束的。啊，规束的。嘿啊。有两领。啊，嘛有棍的。毛棍的。哦，两领。好，安尼差不多啊。哎呦，安尼嘛是拢总摕到8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厉害厉害。好哦，表现得真好哦。刷来，
哇，上尾关啊，加油！准备接招，天来教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你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咱伫咧讲话啊，其实伫咧台湾各地啊，拢有真侪无共款的腔口甲用法。就亲像有一个真有名的，就是宜兰的劲。劲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？劲厉害，劲牛。真很对，非常。咱这个神殿真大，真水。啊，我真正真管厉害。多谢。啊，你即马劲，你会晓用啊袂？知影意思啊？啊，你食人讲一个进什么？劲安怎？阿母进无赢，劲无赢哦，哎，水，来，辛苦。辛苦。这个厝真大，哦，这个厝真大，哎，真温柔的真大。来，安杰。趁行真高。会当摕到宝藏啊，这句。来行的呢，师傅。伊生了真悬。啊，真伊悬。嘛是看你啦，对。真悬。我咧大了表现拢真好，拢知影讲真是安怎用，阿妹真嘛，就希望恁家这个动物拢赶转去。好，请就位。好。好，阿对面辉阿辉要开始哦。好，我也会啊。加油哦，现在噶。快来。手啊较悬的，手较悬的。较大来，较大来。大家乖乖啊！这里。好好甲严路哦。这里。好好甲严路哦。什么？去学校啊！哦，对。讲一个，阿花啦，卖用的。阿花来哦。较大来。加油！较大来哦。阿花最近走路拢怪怪。拢歪呢吼。起来。嘿啊。脚摕受伤啦。嘿啊，敢若剩两支骹变两骹。记得哦。啊，这较大来，开过来。较大来。好，这较开啦。莫拍着。可以你去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你爱我食菜头，我甘愿巴肚枵；你爱我食红菜头，我甘愿巴肚枵。好对。好，一个。来。来，阿花。伊速度足紧的咧。啊，好噶。好。快紧点。较紧。最后一摆做啦，你较乖。哎呀，较乖哦。最后一摆出面啦。哈。好。起来，较紧，较紧，拍多加。你摆。哎呦，袂使拍着。拍着。对，啊，较轻的嘿，啊，优秀。好，一个今仔日就互我的亲互下甲互满。对来。来，最后一只。再。加油！门要关起来啊！加油！乖门啊！伊关起来，加油！这里哦。爱去你。袂使拍着。无下你袂使拍着。伤大啦！来这！哇！你有钱通借我无？无，贵，对好。哇！厉害。你有钱当借我无？我目前无。我嘛就欠钱的。请教问，知影要问啥？来，请出来做位复习者。来，请复习。好，咱来看卖啊，是第一个题目，学校甲阎罗王
新武，你试看卖。杨老王无介意去学校。哦，对，安尼较合理啦。嘿呐。对。杨老王去学校掠你一个歹囡仔。好，咱来看后一个题目，安怎甘愿？安怎？你叫我去照顾小妹，我甘愿去写功课。水啊！这讨厌的小妹诶，唔是所以啊，是讲顾小妹较忝。对，我著写功课写的，我著通做我的代志啊，对不对？真好。咱来看后一题，互下甲互满。互下甲互满会使闭合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安尼闭好，会使比好。好，来看后一题，有安怎无？你有困饱无？对啊，上简单。你有落好无？对，今日落好无？袂歹袂歹，大家拢讲对。哦，拢总对着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哇，2个半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加油哦，现在噶！嘿嘿，2届的机会，敢有讨论好啊？先用这个，先用这个。先用这个。对。真的哦。试看嘛。是有计划过的啊。有。哎呦，生理长尾3年，好，恁就来试看卖者。来手甲关起，我讲车试落时阵才试落。第一个金箍箍，没有长尾山羊，敢会对咧？车试落。哇！颁奖！哇，那就哇，这是算讲是拍你的牌啊呢，真拍呢哦。菜包哦，真新呢。去上课就会使换一卡。伊讲这菜包会当发光哦，关灯下。哦是哦。伊就是安全的，安全的。你若是拍的，啊吼，迄车看到，较会知影讲。伊会反光，安尼你有新的册牌啊，有欢喜无？而且即摆放暑假，到月份上课就直接摕新的去。摕新的去拍啦。好讲，恁同学若问讲，你哪有这牌啊？你爱讲啥物？非常了不起上。就是要听这句啦。你去参加非常了不起得到宝藏，对吧？歹势，这是宝藏，这是用我台语的能力换来的。哎呦，爱讲台语才有机会。真正的，啊，继续讲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语。